桃园伫2017年领先全国强制刷车车都爱加装 GPS 系统，8天来嘛查到608件违规但绘图的案件。年底进前佮拍算要来引进 AI 系统，毋但会当事后追踪未来只要车辆停上过久，就会来发出警报，会当马上去查，就有预防的效果。桃园这个农地去用检举，有人直接倒垃圾土，监管处查到下量业者都爱停工。桃园市2017年创全国大胜，强制刷桥车都爱按 GPS 来追踪流向。不过主要是采取事后追查的模式，地主真侪农地互破坏了后，才介入处理。有机关认为讲应该提高罚则，加强追查等等的方式同步进行。龟山区因为临近双北，而且工业区多，时常有违规的情况产生，所以我们希望这个 AI 工具可以联合这个车辆的行经轨迹，随时通报，并且及时联络地方的警察通报系统。应该加装监视器，确认营建废弃物或者土石方都有进入到该场所。那么第二个，应该加重罚则，要用刑法，而且要当场扣车扣人。根据市府统计，2017年到去年8年来，拢总查到608件违规倒垃圾土的案件，裁罚3515万，平均一年违规的有76件。虽然最近这2年有减少，不过去年还是有62件。以连段管理无确实占4成是上济，无按计划路线来驶占3成，违规倒垃圾土的占17%，其他的是车内底无按 GPS 等等。希望可以透过 AI 的技术，只要轨迹有异常的状况，我们就提前的预防做管制，希望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。为了阻挡业者乌白倒垃圾土，监管处表示，刷桥车都要按 GPS 做轨道的录影甲管理。目前主要是采取事后追查。今年第4季希望会当加入 AI 的系统，未来只要车停伫遐的情形无啥正常，第一时间就会发出警示来通报。而且详细结合地质资料、甲历史违规的记录，会当建立预测的模型，白色高风险的区域，化被动查缉变做是主动预防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